Di tengah usuni nu tak berikan tengah isu mi dapat mahala tengah bukisu akal tawalan ku ya kasa sedenu kasa suatu mida naun ku tilen isu dalam engkau tengah saya binu kena ku alumia malah zai tuku kita来后这里刚刚忙不拢，现在时间快1个小时，卡关了。好，收。没了。哦，小插曲还没有开始表演，就已经有欧米亚给了。谢谢主办单位送。这个是芋头吧？芋头。今日泊まらせていただくんですけれども、荷物を預かっていただきます。那边可以看到火场。最酷的是这个，他们的火车在这个，因为它这个才是路线让人不电车啊，对，我们也很酷。这样很老的北海道也有，北海道也有，然后松本，但是比较就是很酷的公车，人家蛮快的。但是北海道的造型更好看，更酷，不快。切，跳啦！再快！目前看到最便宜的东西，菊花，那个白色的，100块，好便宜的花。1000多块的花。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日本放风，非常的寂寞，因为好不热络的市集啊，请看，好不热络啊！泡裤，看看日本正宗泡裤，哇，泡裤这边，我脚一下就累。おいしい饮料水。啊，真的吗？好喝吗？冰。这样冰而已。啊！不行啦。行啊。可以喝。地下水。水啊，先洗个手吧。很冰而已。
小板小板ってどう違うんですか？你们要吃多一点吗？或者是少一不要，点？我不要正じゃあ常的。天ぷらの小板小板小さいの加大。はいおそばで。好了，我笑的脸怎么接？没有，我也是，他直接写放的。音乐，他们会写风格，每一张吗？为什么要有瓦萨米？它就是都一起的。哦。